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记者会上发表讲话，对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蓬佩奥说，我们尤其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那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今天，美国国务院即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这些公司在为全球范围内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根据移民和国际法，如果国务卿有理由相信外国人进入美国可能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则该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受到今天签证限制措施影响的公司包括华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监控国家的一个分支，负责审查政治意见人士，并支持东突厥散的大规模拘留营。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鲁坤埃沙在新阿拉伯网站发表文章，谴责中国为消灭维吾尔人所做的可怕尝试，以及世界的冷漠态度。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3年中，很明显，中国政府在试图抹杀我们正在遭受种族灭绝，但直到最近才收到令人关注的消息，我们甚至还没有从大多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那里得到这些信息。他们过分地选择支持中国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文章还说，维吾尔族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问谁将追究中国的责任，制止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他谴责国际社会，尤其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对穆斯林大屠杀保持沉默。他说，最近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在内的46个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支持中国的政策。他在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希望世界看到我们，并要求中国停止其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我们有权生活和存在，享受我们基本的权利，并庆祝我们的文化和种族身份。现在需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否则维吾尔人民的持续生存将受到威胁。英国政府终于在本周二宣布，将全面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5G 网建设，已经采用的华为设备也需要在2027年前拆除。负责数码技术事务的英国内阁大臣道登周二中午在伦敦宣布，将禁止中国的华为参与英国的5G 网建设。道登称，今年年底开始将禁止英国通信服务商购买华为产品，而已经安装的华为产品则需要在2027年前全面拆除。在英国决定禁用华为以后，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推特上写道，英国关于华为的决定非常令人失望且错误。在英国政府方面宣布禁止华为消息不久后，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亲自劝说美国盟国禁用华为。为缓和中英两国最近因边界冲突引发的紧张局势，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第4轮军长级会议。这是自1个月前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线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的流血冲突以来的第4轮谈判。印度说，那次冲突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中国则一直没有公布伤亡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中英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第4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在前3轮军长级会谈共识和落实工作的基础上，就推动边界西段一线部队就进一步脱离接触，缓和边境局势取得积极进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克斯科夫说，他们对埃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界发生的冲突深感关切，他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佩斯科夫在首都莫斯科评估了当前焦点问题。佩斯科夫说，他们对埃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界发生的冲突深表关切。他们说，我们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遵守停火进程中应履行的义务。俄将通过外交和议会渠道对双方问题进行斡旋，避免事态升级。近日，埃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边界持续发生激烈武装冲突，目前仍在继续。阿塞拜疆军方已有11人身亡，其中包括1名少将。